咧由我間主持嘅德甲盟主誰屬啊！嗱，今個禮拜嘅德甲戰果咧都幾出人意表㗎。咁事關呢幾支爭標爭到頭崩額裂嘅隊伍，和夫、拜仁同埋漢堡咧呢個星期都齊齊唔見咗3分。咁雖然呢三頭馬車齊齊落馬喺近期嘅荷甲亦都曾經出現，咁但係咧鬥到入直路先嚟失準，怕唔怕放虎歸山呢？嗱，講開奇人奇事咧，就唔可以唔佩服史浩克04嘅暫代教頭布斯堅斯啦。嗱，雖然咧要史浩克咧今季後上爭標咧，的確係有啲困難。咁但係自從佢接任之後咧，球隊4戰4勝0失球不特止，連同佢上季做替工嘅5勝1和，呢位仁兄咧近2季帶領史浩克10次，竟然攞到9勝1和嘅驚人成績。喂，布斯堅斯，你既然咁犀利，不如考慮下轉場工啦！好，立即嚟到安聯球場啊！睇睇拜仁慕尼黑主場迎戰史浩克04嘅賽事。奇連斯曼呢一場波係佢帶領拜仁慕尼黑嘅最後一場賽事啦。因為賽後咧，佢正式俾拜仁咧就炒咗魷魚啊嚇！由名牌教練咧就希力基斯走馬上任啊，將會咧就帶領球隊咧就係踢埋餘下落嚟嘅5場波㗎。當然咧就奇連斯曼被炒，大家都覺得相當之係可惜。但係的確咧，今屆拜仁個整體戰績方面咧就真係交唔出功課㗎。先見到呢一場波方面咧，東尼啊呢一下亦都係頂唔到啊！結果轉個頭啊，去到上半場21分鐘，哈利艾天托嘅頭槌就幫助史浩克04咧能夠打開紀錄啦。哈利艾天托咧上場波對住科特布斯亦都有1個入球嘅，結果呢一場波又有波入啦。話相當開心啊！成班史浩克嘅球員見到彭達角球彎到埋嚟啦，奧圖就掹唔緊呢個哈利艾天托㗎，俾呢個咧就哈利艾天托走甩咗。最後咧就奧圖仲諗住咧就出腳去踢喎。但係當然啦，用頭頂就肯定會快啲啊！當時見到定位智利斯負責掹住古蘭爾，奧圖就掹住哈利亞天托㗎，所以呢球波之失咧就絕對係奧圖嘅責任啦。首循環嘅時候咧，當時拜仁曾經2比1險勝史浩克㗎，但嚟到次循環方面咧就完全另一個嘅成績啦。今次見到就列貝利啊，係冇乜特別位可以起腳，只係都決定咧腳面篤一篤啦，希望可以陰到咧就史浩克嘅門將紐亞。嗱，罰球又點啊？今次河西蘇沙彎埋嚟，好可惜啊！見到咧就係門楣啊救翻史浩克04一命啦。及後咧就史浩克嘅門將紐亞就似乎同古蘭爾有啲嗌霎啊。嗱，其實睇翻個人牆方面咧，應該唔係太關古蘭爾事啊，因為個波喺呢一個咧就韋斯達文同埋卡斯達即中間飛咗埋去嘅。但係就門楣救翻史浩克一命啦。再就呢一場波，除咗拜仁個發揮麻麻地之外咧，拜仁亦都係比較咧就欠球運嘅一方嚟嘅。我今日見到，哇！見到呢邊嘅狂人宗師啊，呢下就一手咁樣就發到對面啦，亦都係狂人之一嘅雲寶美。但好彩球證只係黃牌警告宗師嘅啫。其實呢一下動作咧已經可以咧就係足以直接紅牌趕走宗師嘅啦。當然咧就拜仁亦都有咧就一班嘅修女咧就負責支持嘅喎。但可惜咧就呢一場波最後拜仁都係輸咗啊，亦都令到奇連士文咧係烏紗不保。好啦，去到咧就下半場方面啦，見到呢邊咧就列貝利啊，左路一下傳中唔得，後上雲寶美硬冚埋去，又係逃唔過落地甚快嘅紐亞。留意呢一球波啦，列貝利送個波埋遠處，高霸為你頭槌頂出不遠啦，雲寶美即刻撞射，但係呢球波太正啊！咁所以亦都有呢一個咧，就係紐亞咧有足夠時間可以落到地。好啦，然之後輪到對面亦都有彭達嘅遠射啊！最後就不達雖然就接唔實啦，不過咧就古蘭爾就未能夠成功保中啊！見到喺正中間嘅位咧就係代任教頭布斯堅斯啦。哇！佢上任之後真係犀利啊！球隊之前已經3連勝兼不失一球啊！誰不知呢場都能夠贏波，兼且繼續不失球啊！所以呢個咁樣嘅成績，你話係咪好犀利咧？跟住見到咧就係史浩克門前嘅一次混戰啊嚇，爭啲俾咧史羅伯圖轉身咬射搞掂。不過其實開頭咧就扭下少少咧，就係俾人晾低咗啦。但及後又輪到維新力山齊士係涉嫌咧禁區入面手球啊，叫做一人一下就打個和先啦。跟住見到呢邊咧就維新力山齊士啦，轉身避過2關3關，而家仲去到添啊！維新力山齊士，好似最後趴喺度啦，及後上高爆位你右腳托埋去，又過唔到咧就不得啊！唉，慘啊！見到呢邊咧就係經理漢尼斯都心知不妙噶啦。其實球隊咧之前2場都能夠贏波啊，4比0擊敗法蘭克福同埋1比0擊敗咧就比勒費德，但係呢一場波就全失3分啊！及後咧就呢邊咧亦都有咧就係宗師咧就先行咧就係離場先嘅，2黃1紅喺呢球波。
咁樣副尾腳翹埋嚟咧，又係翹低咗雲寶美啊！即係中斯呢一場波兩面黃牌咧，都係咧侵犯雲寶美所致啊！結果咧就拜仁可以打多一個人啦，誰不知轉個頭又輪到呢邊列貝利出事啦喎！呢一鞋底踩埋嚟踩中咗發分，結果咧就列貝利又係2黃1紅被逐離場。列貝利仲攞到佢咧就登陸德甲以嚟嘅第1面紅牌添啊！呢下確實咧拍埋嚟拍遲咗啊！呢個鏡頭真係靚啊！見到咧就係列貝利啊，以及漢尼斯。列貝利消失完喺鏡頭當中之後咧，即刻 plan 個影漢尼斯啊，除低眼鏡嗰個失望嘅樣子。冇計啦，再嚟多次啦！今次見到咧，史羅伯圖左路傳中啊，爭啲搏到咧，安哲拿咧就擺球老烏啊！安哲拿咧就71分鐘嘅時候先至後備入替呢個彭達嘅啫。睇呢球波啦，史羅伯圖出到埋嚟，真係爭啲嘅啫嚇！究竟處邊出界定處邊入網咧，真係一線之差。及後咧就係拜仁亦都係換入咗咧就係咸美治艾天托入嚟嘅，但呢下遠射埋去咧，亦都過唔到反應甚快門將紐亞，哇！結果紐亞好似贏咗冠軍一樣。相反，奇連士文就真係面如死灰啦。賽後奇連士文亦都係宣布俾拜仁咧就辭退咗，由希力基斯上任啊！冇計啦，拜仁。我今日睇睇咧就多蒙特對住漢堡嘅賽事咯噃。拜仁就全失3分啦，咁當然咧就漢堡亦都係另一支嘅爭標分子嚟㗎。可惜咧佢哋周中德國杯4強方面啦，鬥足102分鐘，最後互射12碼輸咗俾咧就雲達不萊梅啊嚇。翻到嚟聯賽仲要對住咧就最近4連勝嘅多蒙特，就肯定又係一場好惡踢嘅賽事嚟㗎啦。咁所以難怪賽前其實見到咧就係漢堡嘅教頭早已都好似咧就好緊張咁樣啊。先見到呢邊咧，多蒙特以為有機會入波啦，但係其實華迪斯已經越位在先嘅啦。咁所以食咗一鋪咧就炸糊先。睇呢球波啦，好明顯越晒位㗎啦，4個一齊越位㗎啦。咁所以雖然咧華迪斯成功咧就係執隻死雞啊嚇，但係最後咧越位在先之後，唯有食一鋪炸糊先啦。華迪斯咧上週入咗球好靚嘅世界波啊，幫助球隊作下2-0擊敗呢一個咧就係波琴。嘅呢一場波見到球隊都幾好氣勢嘅喎，蘇保特嘅遠射啊，緊咧就擦眉角而出嘅啫。留意呢球波啦，哇！真係啱啱揼中眉角附近嘅位置啊！蘇保特咧今屆已經以中堅身份入咗6個聯賽入球㗎啦，因為見到咧就華迪斯啊車身掛射埋去，又係冚尾咗少少。呢個巴拉圭嘅前鋒今屆暫時有6個嘅聯賽入球。見到啦，對手頭槌頂出不遠之後咧，華迪斯都醒㗎啦，攞都唔攞，即刻喺車身第一時間掛埋去㗎啦。唔緊要，嚟多次啦，今次紐尼沙軒送翻長波，哇，好靚啊真係！紐尼沙軒嘅長傳真係一到位到不得了。另外隊長基爾又係冷靜到不得了啊！呢球波後上絕對冇越位啦，攞都唔攞，第一時間一腳頭揞個波埋去，結果揞穿咗就係對手門將路斯嘅大細啊！冇計啊！呢球波，路斯咧夾兩隻腳都夾唔切啊！太快呢球波啊！長波掉到埋已經第一時間揞㗎啦！哇！見到教頭高普幾興奮啊！即刻拍一拍咧助手先。今日見到呢邊咧下半場嘅賽事啦，瑞士嘅國腳費爾爭啲可以幫助多蒙特領先到2球啊！可惜門前一撞就撞高咗啊！由於多蒙特咧就近況好好啦，咁所以咧球隊嘅正選咧已經連續4場不變㗎啦。真係順開就無謂咧，無端端走去轉呢一個咧正選名單啊！咁第一隻漢堡亦都一隻極力反撲㗎，見到一隻倒查奧斯基嘅角球直接彎埋嚟，可惜又俾呢一個咧維丹費拿單手托走。好啦，今次嚟多次啦！哎呀，維丹費拿今次出咗嚟喎，慘啦，有半空門狀態，彎翻埋先，哎呀，可惜咧就史拉爾一批埋去，結果就彈地再彈眉，跟住遠處嘅古里路又執唔到死雞，陰公啦！哇，史拉爾都真係抱頭痛哭咁滯啊！嗱，睇呢一球波啦，奧力左腳彎翻埋嚟，彎過龍門維丹費拿㗎啦，好可惜呢就史拉爾側啊一批之下，亦都係咧就緊仲未彈出。咁當然呢球波批埋去比較薄咗少少啦，咁但係亦都係好明顯啦，漢堡真係欠運啦。嚟多次啦，阿奧高左腳一 band 又係 band 歪咗，唉真係慘啊！周中喺德國杯咧，佢哋先後有3個球員射失12碼嘅，當時係謝洛美保定啦、奧力咧同埋馬素贊臣咧嘅12碼都係俾呢個韋斯救出，結果咧就係宣布咧德國杯咧4強出咗局㗎啦。跟住到比賽尾段方面咧，呢邊奇雲保定仲搏到球12碼添啊！加夫加特嘅犯規啊！
到比賽尾段㗎啦，多蒙特仲搏到一球12碼添。留意啦，格夫加特撞埋嚟就真係撞低咗奇雲保定嘅。結果當然就由費爾負責做劊子手啦。今夾咗5球12碼㗎啦，呢一球波咧係費爾今屆聯賽嘅第6球12碼入球啊，亦都係第11個嘅聯賽入球。如果真係奠定勝局啦，路斯係捉錯路啊呢球波。真係多蒙特嗰條氣勢咧嚟到季尾先至咁犀利啊！之前係咁做和波王，但係贏埋呢場就已經係聯賽5連勝㗎啦，兼且呢就係高普所帶領嘅多蒙特可以繼續保持主場不敗啊！今屆主場成績係5勝9和不敗。咁相反呢邊祖爾所帶領嘅漢堡啊真係陰功啦，真係要爭標大打折扣啊！